你是梦瑶小姐吧？给我签个字呗。我不给你签，你怎么知道我名字啊？神经病！我是送快递的。那个大德先生让我把快递给您送过来，要12点之前你不签收的话，他就扒了我的皮。那现在已经58了，你要梦瑶小姐，您就签收一下呗。送快递的，永远只知道送东西。你出去！孟小姐，59了，59。给我出去！孟小姐，12点了。孟小姐。喂，大德先生，那个我已经送到了，就是没签收。不，马上，我在马上啊！对不起。你能接快递员电话，就是不接我电话，是不是？送！我要的是人，不是东西。我告诉你啊，东西我不要，快递员我收下了。那个，要签字是不是？那就进来。跟我过来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可是很彪悍的，你最好别有其他想法。孟瑶小姐，我还得去送快递，求您了，您就签收一下吧。进去，快点啊！把水龙头给我修好，不修好不许出来。孟小姐，又开会？那你跟你的会谈恋爱去吧！你给我打什么电话？那个，孟小姐，干嘛呀？好像修好了。修好了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没有，很平凡。但是什么呀？但是可不可以帮我放出来啊？我8点半有直播，限你2分钟之内离开我家。孟小姐，孟小姐，你帮我签收一下呗。